各位街坊，各位阿媽，歡迎返嚟思賴問 AI。今集我想同大家傾一樣，好多人日日講，但係其實冇真正諗清楚嘅嘢。你有冇聽過人講話就係最正宗嘅廣州話咧係西關音，又或者有人話咁而家我哋講緊嗰啲其實係東山音，聽落好似好專業咯。但係真係咁嘅咩？今集咧我就同大家慢慢拆，唔賣弄唔踩人，只係講翻事實係乜。佢先講結論，唔好再俾名詞嚇親。我先講一句街坊版總結：西關音就唔係官方標準音嘅，但係曾經係一種被社會認可嘅體面口音。而所謂東山音其實根本唔係一回事。好，下邊我哋慢慢講原因啦。點解會有西關音呢樣嘢？你要明白一樣嘢，語言從來都係跟人跟生活走。清末之前咁啊，西關其實只係城郊嘅，但係去到近代情況完全唔同啦。富商買辦鋪頭全部集中喺西關一帶，嗰度慢慢形成咗一個生活方式啦、文化習慣啦，都同城內唔同嘅社區。而嗰個年代冇電台冇電視，即係話唔同階層唔同生活圈，自然就會講出唔同味道嘅廣州話，就係咁。西關音慢慢成型。西關音同城內音有咩分別啊？呢度就有趣啦，唔係話完全唔同，而係細位唔一樣。但係一聽就聽得出，即係譬如佢城內人講邊度，咁啊西關人會講邊處書衫，佢城內人講呢啲，西關人講咧話呢啲，佢城內人講瞓覺 fan 衫，西關人會講瞓慳三角，佢城內人講使用嘥意義，西關人讀咁啊，使嘥意咧用，就連鬧人都唔同，城內人鬧死屍人頭，西關人鬧啊死晒意人頭，連問句都唔一樣。城內人問有麻咁啊，西關人會問咧愛唔愛啊？聽落係咪文雅得嚟，又有啲特別？當年城內人點睇西關音？老實講，唔係人人都欣賞啊。有啲城內人覺得西關人講嘅好似有啲作狀啊，咁於是就出現咗一首專門用嚟取笑西關口音嘅童謠。阿四阿四，攞條鎖匙，開個夾萬，攞2毫紙，買斤荔枝，唔愛黑葉，要愛懷枝啊！重點就係嗰啲次音位啦。呢首歌一方面係玩笑，但另一方面正證明西關音當年嘅社會辨識度有幾高。咁點解會有人講東山音啦？呢度就要講清楚，好多網上講法其實係亂嚟。有人將城內音叫做東山音，甚至硬生生作一個同西關音對立嘅東山音出嚟。但係事實係東山根本冇形成過一種統一口音㗎。點解？因為東山發展得比西關遲得多，而且後尾遷入嘅人背景好雜，有歸國華僑，有講台山話嘅，有講北方話嘅。仲有鐵路啊、軍區子弟啊，母語差異咁大啊，根本冇條件形成所謂東山音。所以東山音呢個講法咧，就話其實係後人亂貼標籤。點解西關音曾經咁體面？喺清末民初，係西關音一度被認為係廣州話入邊最體面、最富貴嘅口音。咁所以早期就電台播音員啦，電影配音員，省港澳一帶嘅專業語音工作，好多都以西關口音為準嘅。直到今日，粵劇舞台念白仍然沿用西關音，但係官方標準音係邊個啊？呢度要講翻學術事實，但係我用阿媽話講嚟聽。喺語言學上，廣州話字典一般係以城內音作為標準音，而西關音佢咧通常就會標注為易讀嘅，即係話
佢係好常見、好有歷史嘅民間讀法，但唔係官方標準。而家點解越嚟越少聽到西關音？因為時代變咗，人口流動、教育、媒體全部趨向一致，西關音慢慢淡出日常生活。而家你多數只會喺老一輩粵語話書人、上世紀粵語長片先聽到嗰種充滿舊時代氣息嘅語調，佢已經唔再係生活用語，而係一段屬於廣州人嘅集體記憶，收結師奶一句文化話。所以今集你要記住嘅唔係邊個音先最正宗，而係每一種口音都係一個時代、一群人嘅生活痕跡。最後想問你一句，你自己講嘅粵語覺得偏西關味多啲，定係偏城內音？留言區同我分享啊！咁就下一集師奶問 AI，我哋再一齊傾。